来的人呢？新来的呢？新来的哪来的？你们这些人呐，对新来的朋友应该客气一点吧？这样，哎呀，这么不禁踹啊！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撞什么人了？啊！哎！这小子还真的以为我会去拉他呢，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？起来，狗吃的趴着。小子，你给我记住，我是黑金，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，只要你在这里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我要打你，你就得把脸给我伸过来。马脸死后，黑金果然常来找李三儿的麻烦。李三儿照李毅所说，一再忍让，才得以苟且存活。李三儿每天夜里继续挖着马脸留下的地道，白天找一切机会偷偷把土倒掉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像魔怔一样拼命挖这个地道，但生命里似乎只剩下这一件仍有意义的事儿。但这样的日子，李三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够再支撑多久。燕子是养不活的，它失去了自由，你就是喂它再好吃的东西，它也不吃的，它会把自己慢慢的饿死。不自由，勿宁死，这就是你爹说的燕子的精神。来，儿子，看那儿，飞得多高啊！那儿，
回来了。来，儿子。哎呦，儿子。这燕子啊，还有很多品格，但是等你去悟，等你悟出来了，你也就能练成燕子功了。真的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！真是，我这腰都疼。这2天真挺病。哎呀，多事儿，挺多活。就说咱晚上吃点什么？你说呗。杨九峰，
真不识好歹！我刚救了你，我知道你救了我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们派来的？就是为了老子的宝藏。他们是谁？不是谁稀罕你宝藏？你松开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在上面挖地道，你我想进来，谁知道挖到你这儿来了？你从哪儿进来的？对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从那儿进来？不是我骗你干什么？天生一副好骨相，你小子走了8辈子大运了，生就了一副七窍玲珑骨。不对，你怎么练过燕子门的功夫？你这骨太骨节，不对。我问你，李伟强是你什么人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我爹的儿子啊？你爹？你爹是不是从小跟你裹腿练负重，然后给你泡一种青色的药水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你爹是我的徒弟，我是你的祖师爷。天不灭我，让我这一代又有传人。好小子，我就把我这身功夫全都传给你。我才不去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嘿！我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云中雁厉云飞。了不起！老夫纵横江湖，叱咤风云20年的时候，还没有你呢。老夫9闯紫禁城，从慈禧手上我偷过她的玉扳指，从李鸿章面前偷出他的官印。江湖上人人称赞，哪个不佩服我？你这后生晚辈，跟我这么说话？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个贼。我娘说过，做人要有骨气，要走正道。哼！我这轻身的功夫，当时是独一无二。想当年，多少江湖人想跪在我的脚下拜我为师，我都没答应。你竟不学，就是个贼功夫。哎，您老歇着，我先走了。嘿。你不要你的东西了。我哥会想办法救你的，我等着你。把它收好。怎么样？这回想跟我学了吧？你还真以为我云中雁是浪得虚名吗？你这个东西，我想帮你收着。你一天摸不到我的衣角，我就一天不给你。这回想跟我学了吧？你还真以为我云中雁是浪得虚名吗？你
这个东西，我先帮你收着。你一天摸不到我的衣角，我就一天不给你。行了，我帮你想个办法吧。这样，你呢，先跟我学，等你学会了呢，你就能抓到我。如果你不想学了，你把它忘掉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这样一举两得。老夫，我也还你个人情，你呢，也可以拿到你所要的东西，看如何啊？你先回去吧，想想清楚再来找我。老夫困了。看来你一点也不懂缩骨功的心法，要不怎么是时无时有？什么缩骨功？我听都没听过。走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老夫睡觉了。走，好好在这啊！我叫小七。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我李三儿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上头让他们盯紧点，知道吧？这2天啊，可能有人来检查。李三儿大哥，哎，话说，他们这是干嘛呢？闲话少说，睡觉吧，多攒一些力气。放风时间到了。
去！行，你小子挺能逞英雄，等着瞧。一会儿到时间还没看过瘾。你们说了半个多小时。李三大哥，今天要是没你，我小七肯定已经见阎王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亲大哥。大哥，请受小七一拜。起来吧，坐。早知道是来这种鬼地方，我那天就站错了。站什么错？那天我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一碗饺子，吃着吃着，一个警察过来看了我一眼，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为什么？他说：“你吃饺子为什么不站错？真是欠收拾。”然后我就被抓到这儿来了。李三大哥，你不信吗？我相信，如今的世道，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。往前再走一步。不是，你干嘛给我绑架起来啊？你干嘛给我绑架起来啊？我这不是绑架，老夫是要教你武艺。非得这么教吗？记住了，凡人是头轻脚重，气血下行，
难以高及。哼！满门的功夫是要把气血倒转过来。攻城的时候要以身为床，头冲下而睡，每日功夫会精进。好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听我跟你说，本门的练功法门，记好了。本门的功法源于奇书易经，气运八道，八卦相合，乾三连，坤六段，震阳鱼，艮复盘，离中穴，坎中满，对上阙，巽下段。记住了吗？没问题。那你说说。血三连、坤六段、震阳鱼、艮复碗、离中虚、坎中满、对上阙，虚下段。你小子倒是好记性，难得爹从小给你练出这么一副好骨相。老夫教你功夫，值了。好，小子，再记。每当你提气运功的时候，内劲分为5道，分别源自你的四肢和你的脑袋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嘿，水生木。要做到五行的相生相连，你的气息就会不断，会腾空数米，不借外力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大成了。来，起来。现在跟我学身法。老贼王李云飞从教李三认字开始，倾尽所学，1:51时的把一身绝学全都传授给了李三。李三得此奇遇，突飞猛进。
劲儿！再使劲儿！使劲儿！停！少说你练了也有3个月了。 按说也该成了，你过来。成了，小子，你试着用那劲儿跳一跳。我怎么跳那么高？小子，你这只是小成，只要你继续练，控制住你的内劲儿，你就能够飞檐走壁，无所阻挡。我能去报仇了吗？小子，记着，以我多年的江湖经验，人生在世，就一个字：忍。你现在只是小成，不可轻易展示，否则会后患无穷的，知道？大哥，小七，没事吧？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大哥，你放心，这事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
瞪什么瞪？找揍是不是？打他！奇怪呀，这种身法怎么那么像当年云中雁那个老贼呀？上，打死他！退回去！快点回去！快点，退回去！老子退回去！别动！你们俩又打架，啊？总打架是吧？惯了你们！带他们去厕所，快走！走。走了，老不死的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被关进了后虎营监狱，不过我不知道你藏得这么隐秘。要不是你的徒弟把我们引到这儿来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藏在哪儿。我知道。你武功高强，我整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在后虎营监狱没有我黑金办不成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在你的饭里放了迷药，所以你才躺在这儿。老不死的，说，宝藏藏在哪儿？不说。骨头硬是不是？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呸！去你的！老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我什么狠辣的角色没见过？老子怎么可能向你这乌龟王八蛋求软？呸！呸！是老子多年的积蓄，这些年我才想明白，钱可以通神，也可以复国。老子那些宝贝东西，我要让它做有意义的事儿，我怎么可以给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？老江湖就是老江湖，我看你到底能硬到什么时候？当年在江湖上称你是云中雁，靠的就是这两条腿吧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我叫你老实点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别动！李三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们逼我说的。别动啊！再动我就杀了他！站那儿！再动我就杀了他！别动！他现在成了瘸腿雁了吧？啊！你就是把我每个骨头都拆了，老子也不会说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。
你看看你师傅，现在成了瘸腿燕了。放开我！师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对不起你啊，师爷！你手怎么来了？快走！我已经活腻了，死就死了，你小子还得给我留下手指呢！师爷，放开我！小子，小子，你别犯傻！就是不说，他们就杀不了我。老东西，你说的没错。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敢杀你。可是他就不一定了。我说杀就把他杀了，你信不信？你愿意杀就杀，我就当我白收了这个徒弟。是吗？给我打！老东西，睁开你的眼睛看一看，那可是你心爱的徒弟。你要是说出宝藏藏在什么地方，我马上就放了他。要不然，再打2下，他可真就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了。啊，还不说是不是？小子，你别怪我心狠呐！你要是到了阴曹地府见了阎王，你要怪就怪你师爷吧！啊！给我打！住手！李三儿，你给我记着，你爹是我徒弟，我在传你本门武功，本门的武功不能外传。我的宝藏就在你的功夫里。我死之后，你要记住，全天下就只有你知道宝藏的去处了。这就是跟我作对的结果，啊！大哥，这小子还杀吗？杀你娘的杀呀！你没听见那个老不死的说吗？全天下只有他知道宝藏藏在哪儿。他娘的，真晦气！我本以为找到那些宝藏，给那些王八蛋多塞点钱，我们好出去逍遥。算你小子命大，把这里收拾收拾，把他带出去。李三儿就这样眼看着师爷李云飞为保护自己而咬舌自尽，死在自己面前。谁能料到，誉满江湖的一代贼王，竟然就在这个残破的囚室中失去了生命。而李云飞临死前的话，却
真救了李三儿一命。黑金不敢再杀李三儿，只怕杀了李三儿，就失去了关于藏宝库的最后线索。醒醒啊，李三哥！李三哥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李三哥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了3、4天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那天事情完了以后，黑金把你从下面拉了上来，中间你还老是发烧，嘴里一直喊着什么“燕子，燕子”。哥，饿了吧？我去给你整点吃的。我师爷呢？你说下面那个老贼王，好像那天就死了。后来监狱里传遍了，说他自己畏罪咬舌自尽了，现在尸体都扔到收狗岭去了。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等一会儿，这小子不在那儿了吗？是。放心，我不会要你的命，你只要乖乖的把那藏宝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。我不知道。小子，你不要敬酒不吃罚酒。你师父告诉你的口诀呢？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局长，黑金又在那边打架了。黑金又打架了？谁家伙？走，看看。你不说是不是？你嘴硬是不是？我有的是招治你，你信不信？给我打！干嘛呢？走开，走开！去，都走开！快点，快点！又打架是不是？听见没有？搜索没给够啊！啊！走，干活去！听见没有？走，干活去！起来！起来！快点，干活！继续干活！干活！我跟你说，我就不相信这小子不开口啊！看见没有？还是咱黑哥厉害，谁都不是咱黑哥的对手。
都给我回去！李三儿怎么还不出来呀？李婶儿，你先别急，再等等。怎么了？哎，起来了！你家里来人看见了。不见。快点儿！他们探监钱都付了，就等你呢。我说不见。娘的，害老子白走一趟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走，关门。李三大哥，你家人来看你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让他们看到我这副模样吧。我是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俊爷你好。你们回去吧，他不愿意见你们。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？不可能，我儿子不可能不见我们。麻烦您把他带出来吧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愿意见你们，回去吧。哥，哎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啊？意思意思。算你还懂点规矩。他到底怎么说的？他让我告诉你们，以后都别来了，他不想见你们。走吧。前3连，坤6段，震阳局，艮复丸，离中虚，看中马，对上曲，许下段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。水生木，想来唱戏？是啊，最近世道不好，我的戏班子也快开不下去了。
我知道您这儿钱多人多，所以想请您多多的关照关照。哎，我这儿人是不少，可那都是犯人呢，钱也不少，可那也不是我的呀。是，所以啊，您请我们来唱戏，这个唱戏的酬劳呢，你我21天做5，这公家的钱不就变成您的钱了吗？啊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还请中爷行个方便。哎呀，最近兄弟们是有点累，犯人也不太稳定。是，请他们看个戏，安抚安抚也好，安抚安抚也好。是，安抚安抚也好。那是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是你呀？嘘，我是荣城小偷被抓进来的，现在有人要害你，我混进来就是想让你逃出这里。逃出去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别忘了，我是9天侠盗，哪能浪得虚名？关键是找机会。明天你静静地跟着我，见机行事，外面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。要真是这样，我听这位小兄弟说，监狱这几天要为我们唱一出大戏，不知道是不是个机会。机会来了。抓紧了啊！哟，王老板，来这边挂高忙着呢。哎呦，您来了，快来看看，怎么样？这舞台一会儿就搭好了。您看看，咱们这戏什么时候能唱起来啊？您放心吧，耽误不了。晚饭过后，您一声令下，马上开演。好，方老板办事儿果然是干净利落。过奖。不过什么？您看我这心里面不踏实，从来没在牢房里面演过。您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啊？在我的地盘上，谁敢动您方老板？哎，动您，那不是骂我吗？哎呦，这再者说，到我这儿了，您该唱唱，该玩玩。你以为我们兄弟们都是吃素的吗？在这个地方，谁要是敢捣乱的话，兄弟们可都带着枪啊！啊，这家伙是吃素的吗？谁敢说3道4，老子他娘一枪崩了他！哎呀，您放心，您该唱唱，该演演，好，有我呢。再者说了，我姓什么？我姓钟，钟馗在此，谁敢乱动啊？啊！哎呀，那是。您演，您静。